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一礼拜咧审查工会法，不过考虑到警消若罢工代价恐惊真大，所以是暂停修法。今仔日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搁出来抗议，要求要赶紧修法，互因有完整的劳动三权，而且会当组工会来争取权益。赖清德总统将上任。大声喊口号，希望2020就要上任的新总统赖清德会当先台所有的公务人员。几多个基层公务人员团体昨日到凯道抗议，表达因的心声。尤其亲像是屏东明阳大火等重大火灾，定定造成消防员严重的死伤。基层的消防员一直希望工会法完成修法，会让组工会主张因的权益。不过，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伫这礼拜审查工会法，考虑到警消若依法罢工，对规个社会爱付出的代价真大，所以暂缓修法，引起基层的不满。地方消防局都反对这件事情，我们会认为说，当然你去问自己的老板说可不可以组工会这件事情，是很矛盾的。该要来问我们基层说，这到底想不想组工会？消防署绝对支持消防人员拥有结社权，但身为消防及灾害防救主管机关，罢工权对于消防勤务的执行是有疑虑的。上诉强调，身为消防救灾的主管机关，伫咧群务的执行对罢工权有所记录，会依照委员会决议，伫1个月内将消防法纳入职安专章的条文，送立法院审议。我们的加班费的计算方式其实是有问题，除以我们的劳动时数算出来的加班费，甚至可能会比基本薪资183元还要低。现有的在职者只能透过不断的超时加班来弥补庞大的人力缺口，但这样的付出长久下来，不但造成身心俱疲，而且无法领到相对应的加班费。若是要组工会，参加的人也希望职安会当得到完整的保障，加班也会合理补偿。希望赖清德总统应该伫咧上任了，赶紧处理无解决的基层公务人员加班费等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